如果你眉弓唔顯，上眼簾好厚重，成個人望落就會好冇精神。而今日呢一條片主要係透過眼周嘅三維固定去提升眼眶。第一步會喺眼眶外側做一個提升同固定，通過呢個眼眶外側嘅韌帶收緊同埋骨量增加，係會令佢嘅眉位有提升作用。而第二步係增加眉弓凸度，會令上眼簾有個提升嘅效果。第三步係將雙眼皮打闊，會令對眼增大咗，變得更有精神。以上呢三個維度就已經可以幫客人將上眼簾固定同提升起嚟。我哋好成功咁解決咗客人壓眉、上眼簾腫脹、眉弓唔顯嘅問題。如果你依家都經歷緊同樣嘅煩惱，就快啲嚟 Liumi 查詢啦。